再来看劳动部长洪胜汉上任了后，要求业务单位拜六进行业务报告，受到外界批评。昨洪胜汉是表示讲，这是因为立法院安排后礼拜就要报告，经过甲国民党调集委员苏清泉沟通了后，已经要求业务报告等上班日才准备就好。苏清泉是表示讲，立法院的专案报告是摆后礼拜3，唔是拜1，劳动部是有时间会当好好啊准备。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时段，能够让各个司署的业务来跟我做比较完整细节的业务报告。其实要让同仁们加班的这个时间还是蛮不好意思。亲身出来证实，新任的劳动部长洪胜汉上任无到1礼拜，因为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后礼拜排定备询，伊就要求伊合拍各单位，伫11月30加12月7日拜六来向伊做业务报告。互外界批评，伫立法院伊就赶紧甲国民党调委苏清泉联络，伫确定议程了，互劳动部的同仁唔免伫咧假日搁加班。我本来就是排下个礼拜3 ，12月4号，要请洪胜汉部长来讲他的施政理念、跟他的看法、跟他的做法，这是天经地义啊。所以礼拜1由次长来就可以了。我早就讲了，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朝野的和谐。劳动部合拍的单位霸凌事件，互大家拢伫咧关心公务员的身心健康。总统府立法伫咧第2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了后，赖总统也采取研究成立公务人员身心调适假，由政府带头示范，建立公务员更加完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调研立会也拢乐观其成。劳动部也有提供了6次的免费心理咨商的这个服务。好，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让相关的这个心理师还有医疗服务提供者能够让个案能够更便利。他是总统，他有这样的宣示，我觉得很好。可是对于霸凌这一部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去规范它，这个要给它落实了，而不是只有口号的宣示。我本人是立法院第1个来催生倡议心理健康假的立委，我从校园开始启动，所以校园先行，下一个阶段就要推广公务体系，这是行政部门已经有默契、有共识的政策方向。另外，立委是希望行政院赶紧提案送立法院审议。那遐立委是建议配套措施爱先做好势，因若身心调适假当时实施。卫福部讲将会全力协助，但是大家伫咧关心，到时会互因几工假，有薪水也是无薪水，这部分由行政院看护会伫咧讨论。记者综合报道。